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家用欣賞土豆看電視看得研究的哦，我哋更加放起來，動一下，熱身一下，因為基本我哋做一些重量訓練。大家熱身的時間，我哋開始第一會做開罐器的動作。開罐器的動作呢，我們現在會兩腳與肩同寬，兩手打直之後，那我們會做一個轉身的一個動作。對，轉身的一個動作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我們的腳還是要跟着去動，把我們的髋關節去打開來。那我們大致整個5下就好了。1、2、3、4、下半面呢，我會做一點斜向左上，左上右下的一個動作。來，左上右下。那身體的話呢，我們盡量把它轉到身體的另外一側，髋關節的部分也把它轉動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現在換個方向，右上左下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這個髋關節我們做完了。第二個動作呢是十字架的一個旋轉。那我們先趴在地上，好，放輕鬆。之後我們先轉身到左側的方向，本來的那脊椎放鬆我們這個腳是留在原地的。然後1、2、3，好，之後換邊，很緊。那我們慢慢的把它放鬆，1、2、3，好，換邊，1、2、3，慢慢用自身的重量去做一個重力壓的一個動作，1、2、3，好，我們再一次，然後1、2、3，來換邊，我們腳留在原地，不用去做旋轉，把我們的脊椎跟胸椎給打開來。好，那我們現在換第3個動作我們前側跟45度的一個弓箭步的暖身。那我們先做前，左腳向前之後，那我們弓箭步盡量你把重心朝下。膝蓋不要前推，那我們身體呢向後仰，之後側45，側邊，來換腳向前，好45，來側邊，好，我們再做一次，來左腳前45，側。好，換腳前側，好 ，OK， 我哋而家身體壓起來多時間陸屯老師教我嚟做居家重量訓練。而家身體壓起來而家嚟再屯老師嚟做一啲胸部的一個運動。盧卡我哋還有一啲瑜伽墊，準備如做比方提客廳，還是講房間那個天台方，喺冇瑜伽墊的話，唔怕你用一啲軟墊的部分來去準備你如何誒。所謂的一個胸部運動，那最簡單咧，我哋講伏地挺身。伏地挺身呢，因為我哋係講盧卡婆婆媽媽我哋體力唔係講像細得很好，唔怕我哋都做一啲所謂的一個跪姿的伏地挺身。用盧屯膝蓋就跪在地上，來做。基本上盧屯手不用正手不用提肩膀的下方。這個不是講不用按出去，又不用按入來。如正手不用提我們肩膀的一個下方正位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寬度呢，我們就暫時我哋盧屯嘅與肩同寬，如何誒？當然基本嘅
按可以，没可以，还是讲别那么窄也是可以啦。啊，你根本都统一讲，反正我就是与肩同宽，来去做愈好诶。那根本还能做下俯卧撑啊，有的人啊，以前在做的时候会看到，这个手肘在弯曲的时候啊，有的根本会做，会有这个一个动作。哦，那我们就不要。为什么呢？这其实再来说，你其实难易度也会比较有。所以根本的手肘，你就正常的去做下放的动作，就是来到你的身体的两侧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跪姿下去，手肘呢就自然的下放到身体两侧上来。那一样，我们的上半身背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保持正直。哦，你不要这样圆肩，也不要拱，那我们就自然的去做。那一样，根本应该等下做胸部的时间，哦，我们讲啊，等下督实一下核心，如果我们实际出力，那其实它运动啊，如果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运动。所以根本你虽然说你是在做胸部，但是你还是其他的肚子的力量啦，哦，背的一个力量啦，你还是都会做到。你脚要出力哦，不是说今天你在做胸部，哦呀大腿、小腿都某一些事情，没。你可以用出力，把腿支撑住，你根本你啦，地基来得稳，那你在做的时候，你才会有那个力量才去做。好，手打开，与肩同宽，我们等会做一堆下去、上来的一个动作。那一样啊，你根本就做4组12下的一个部分。啊，一。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哦，这个强度的话，其实就按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去做。那你可以去调整，甚至你今天做完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去做一个，帮你的手臂啊去放松捏一捏，哦，让它可以舒缓一下。那我们组与组之间，说真的，我们讲还是强调，按照你个人的体力的一个能力的状况，你去做一些调配。那你可能今天组与组之间，你可以休息个2分钟、3分钟都没有关系。我们运动是没有压力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做第2组。好，1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同样重来时间，数啊，甩一甩，捏一捏。好，本牙手臂的一个部分也是放松一下。好，其实这个的状况下，能根本做这个俯卧撑之外，另外我们其实可以去搭配，就是说，那我们用我们的椅子，用我们的椅子去做一个，因为我们的胸部它其实还是有所谓的上胸，中间的部分跟下胸的部分，它基本上能头作为一个中间平胸的一个部分之类，基本可以用这个椅子的部分去做一个上胸的部分。当然这个强度上会有点稍微强一点，那我们就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视你自己的状况来去做一个调整。注意一下，反正我们2手呢，我们就撑在椅子上，一样，我们把我们的上半身保持正直。那一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肘你就自然的去到你的身体两侧就好了。大概约45度的部分，你不用把它这样打开。我这样打开说真的，对它的困难度也是会比较有。你就自然的去做这个45度的一个
角度的一个下放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说这个部分它的强度会比较有。哦，那我们按照你个人的一个体能的一个状况呢，我们现在去做。那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椅子，就是家里你可以取得的，可以去做一个。其实这个跟健身房是一样。哦，健身房已经不用要的卧推时间，因为有很多的那种器材嘛，啊，那基本都居家，可能如果你拿多那些灯呢，去做一点角度上的一个变化，你都会。我同样啊，你基本来做2组8下就好了，哦，因为它强度够，哦，甚至6下也都可以，唔怕。啊，你基本来先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那一样。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些舒缓的一个部分，甩手，捏一捏，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。啊，多有的要注意啊，因为这个角度上，注意讲根本你都卡有点扁，你都臀给蹬的啊，靠到墙边，至少它就不会有所晃动。这样你来做的时候就会比较一个有稳定性。好，慢慢讲打一下做下去，等你捌吹的，好，如何去盘斗？好，我们现在做听一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透过椅子，在我们角度上的一个改变，啊，你根本可以练到我们的一个上胸的一个部分。我要根本呢，要的平胸、上胸，啊，等用这个所谓的4组12下的一个概念，其实你可以用这个体能状况去切换，不管讲2组、4组，其实也组数的问题啊，它没有一个绝对性，啊，你就按照你个人的体能，去做就好了。明然你根本做的要健康，而不是要去比赛。所以的东西啊，你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体能去做一点调配啊，就好诶。我根本啊，人家浮力挺身的部分，如搞啊呀，啊，他刚也休息一下，